選人梁文廣今張海報，佢喺警界之下承認，因為一時手痕而犯案。裁判判處佢監禁4個星期，判刑1年半。另外需要賠償海報嘅成本一共58蚊，由保釋金中扣除。內地傳媒報道，中方考慮收緊對日本出口中重稀土。另外，日方抗議中方加強禁用物項對日本出口管制。喺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依法依規採取相關措施，完全正當合理。內地《中國日報》星期二引述消息人士報導，鑑於日本近期惡劣表現，中國政府正係考慮針對性收緊對日本出口嘅中重稀土相關產品許可審查。商務部喺舊年4月4號發布公告，對三、礦等7類中重稀土相關產品實施出口管制措施，指相關產品具有明顯軍民兩用屬性，出口活動需依法接受許可審查。另外，商務部星期二發公告指，為咗維護國家安全同利益，履行防擴散等國際義務，即日起禁止出口一切有助於提升日本軍事實力、具有民事同軍事兩種用途嘅物項。商務部發言人話，日本領導人近期公然發表涉台錯